三条舞。小心你高血压，你还属于什么？就该下就写过嘞。你确定？确定啦。哇，泰哥，以前来懂碰哦。比博谦切的汉那里哈。哎呦，已经不难，很好真呀的。不难。哎呦，你还蛮改。好，你系秘密武器，你们是皮马干米头。伯谦很聪明，确定嘛哈？嘿嘿，几多台？大拇哥，大拇哥，那你切我的。好，切到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同歡喜，轉到我嘅故鄉苗栗，我來邀請到新的師傅評審先生來到你嘅當中，來分享到嘅係你嘅彭業松彭師傅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彭業松。還有吼，來到苗栗吼，一定會放羊嘅兄弟七牛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峰。因為吼，今年吼彭師傅係新會吼提前嚟到咧，我哋有個節目吼，等一下打開來我菜上一下，到底係乜嘅料理哦，吼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什麼挑絲？哦，排骨，排骨。哦，我來同一下冇，今日做嘅係乜料理？猜想。挑絲蒸排骨。今日我主題嘅料理是係挑絲蒸排骨。厲害，很厲害，一下就是團隊嘅。好，故事等下要用整的哦，我用廚藝法，等下可以我花較久嘅時間。提前你先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，你分享到我哋做嘅係很恩愛嘅兩公婆，你嘅耀東大哥老師幾分享？分享。嚟到吼，咱隨今年吼，分享到係表姐妹哦，分享到彭業妹佬李金日。分享。感情懂好對啊，手牽手，手牽手，哎呦，向泰哥老師幾次嗬，哎呀，今日禮拜六參加比賽會緊張冇？會有。冇緊張，冇緊張，加油。向大哥你係好多年未嗬？係，偷到客家妹嘅。先來老太講一下，偷到客家妹，你吃到客家料理，客家菜好吃嗎？吃這麼多年下來。好好吃，對不對？是非常好吃。等下比賽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冇緊張。問一下吼，你梁生吼，今年有參加過節目了人嗎？不是參加過哦，第一次就獻給一家之主哎呦。是啊。那今天要展現出完全的默契哦。默契。冇問題吼。冇問題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喂，台上點冇？有信心嗎？讚。好啦，馬上來看今日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上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啲限定嘅時間地度做出指定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布卡嘅客上人，也係雅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隊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來到苗栗，對，怎樣？我搞吼入口能會輸嘅哦。哦，先講，先打預防針。唔係，因為你裏邊呢都有先練習，大家有先練習嘛吼。海帶拳。好，我們現在分配一下棒次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有搞嘞？因為老馬莎強下搞。我選我同鄉好了。哦，同鄉。好，冇問題。那不然我們倆先玩給他們看。好，冇問題。好不好？你要的，所以再暖身一下下，好不好？觀察一下哈。OK。剪刀石頭布。一家之主愛親強，Q 冇 Q 哦，Q 冇 Q 哦，Q 冇 Q 哦，耶！唔可以直接排泄的哦。看，大家已經對於我贏這件事情已經吃肉夠稀鬆平常。航白妹妹哈，那個錄節目一開場說，歡迎來到苗栗，然後觀眾就說，哦，百強不會輸了，百強不會輸。其實見到其他時候才沒啦，有機菜絲味，但是嘿，金毛象，你會讓轉來哈？對，好，聽好，馬上來看一下。不要緊張哦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哦。一家之主愛親強。強不強？哎呀，換他出，不要看一樣，不要跟他一樣。換你。好。強呀，冇強呀。你看啦，你們這動厲害呢？是被他催眠嗎？真的被催眠。他被催眠。好，唔怕。
那我们现在就赢的对赢的，哦因为刚才1比你们1嘛，先尬酒的哦。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赢再的对赢的等一下。好，不是降低哦，不是降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眼先哦。好，一家子住爱情调，Q 冇 Q 用？哎呦，剪刀对布。哎，剪刀对布你也是蛮厉害的呢。哎呦，咁今日呢也踢管嘅翻眼一出人，好，那应该就 Q 你1分钟，那就从你们这一队开始比喽。冇问题，加加攞好，款。再赢。先为做嘛解？先有人咧排骨，排骨哦，排骨已经洗好嘅啊，洗好咧吼，洗排骨要腌啊，我倒出来哦我们。要计时是倒出来哦。对，然后用安尼酱油一起，调油一，吃对有。些我建议你要不要让他不一切重会就好了。切出来时候调这个最简单的，你们错了。他跟我讲好比例，怎么可能错？黑猫。那我们就要计时好哦。没问题可惜。好，好，有些的，一汤匙，差不多了吼。好好可以了，搅搅，它有平离粉哦，秘搅籍，搅，没有就痛些了。一吃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好。然后它有偏离粉啊，因为在正拍过就听会偏离粉啊。没有就痛些了，就痛些，对一汤一汤匙，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好，你要输油什么？就该下就洗过嘞，你确定？确定啦。嘿，还有什么嘞哦？哎，好，不用等，好，不用等，比兄弟，好，等一下给它泡一下超市一下，唔怕嘛，还会做嘛个现工然。后呢，豆豉，不要，然后向导先那个慢慢讨论哦。哦，甩掉甩掉慢慢地讨论怎么得慢慢会压过吗？要要排，用它死好嘞哦。用到这那里，看起来很看懂用不？小心哦。我们也要不要剪？ 8、7、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不一样。 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了，俩下会暂停1分钟啦，好好，不？暂停1分钟。好，好我们来看你片好，好，太狗太气，等一下我先来做第一棒的天数，等一下我们先来切葱的好冇？好啊，葱的我要切短的还是切切慢？悠悠的，切油油的，葱拍老葱姜本可以吗？诶，用控下不用 Q 汉拍。OK，好，哎，开下边做。始。好，OK。以为煮出来哦，可以切葱的技巧。哎，给主持客庄好料理主持了8年呢。看出来了哈，傻手的啦，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都在切葱。哎呦，来这位坦白啊！有其实哦，挨这个节目昨天关节哈，主持人可以换到第2棒、第3棒，然后我们那边我就毁了。哎呦，暧昧做对喽。哎，全部也切推了。够了，好。哎，唔是切按的，唔怕啦，好大家吃牛油。又按我们现在给你分开开吼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报复色彩。哎，还没吹折。对，闭嘴哦什么高铁1分钟的时间到吗？吗？哎呀，而已，同时要啊，一丝的调油，好唔好啊，一丝的。哇呢，啲係用調油最後一個做調油，要係蠔油啊，一絲的調油。油8、 7、 7、 6、5、等下你坐在锦绣州海3、2、 2、 1， 1，時間到。好，好，锦绣州海一，我们现在呢。利用3年这个 Q 哈州都不卡纽恩爱的做饭，现在请表演出来的。好，用马面吧。我跟南面做面做你可以进入2人的世界的。哎，是。好，哇，你切得懂碰哦。比博谦切的还哪厉害？哎呦，已經不难，很好真的呀！不難。哎呦，你平常有煮出来？你怎麼得用嘅水帶嘅標準來看機嘅？你平常有煮出来？7碗哦。我問一下吼，那個我們秀芝姐要這個小碗，我做乜計啊？ 6、就不用要挑10個， 7、 3、誒挑油，哦，時間剪醬掉。料嘿。做嘞做嘞。我可以繼續做。做得開始哦，做得開始。好，那我們都離開了哦來哦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加油啊加油加油！好。哎，我都有嘅調時，就整個除了整個之外哦，先為切個哦，你看。要切到油油啊樣呀。哎，做乜嘅會先切個啊？哎，還講鹽咪，有呀，哎，因為比賽啦，西件哈，可能真的怕沒有那麼長，讓它入味道出來一點。哎，不過我發現有一個冇強人嘅蔬菜怎哦，麼辦？幫鋪啊，咩？蛋除瓜了、含肉料。哦。枸杞。 OK，你會做乜計啊？這個枸杞會做乜計用用當嘅？歸啊放。上面，擺盤的哦。可以那個可以裝飾，會不會搶味呢？哎，還好那幾顆還好，哦甜甜。金莫拉豆啦，所以你都沒有分開來蒸的啊？
没有，冇係啊不，是啊，唔是係啊，係啊，哎呦，真的時間會冇冇強中冇，唔係，唔會係啊。你幾望冇下泡下死了吧？哦，不過勇敢我想到用cái南瓜嚟做cái丸，因為啊要整出來，一方面厚寬，一方面整出來要有米。飯瓜係吃中的嗎？即刻做。是黑哦，哦，哇，哇，你冇浪費食材哦，我突然發現他剛也精神。這一組不是只有月梅姐，她沈紅亮、台記也稍微照顧她一下，冇問題，你款先。她默默地在做。嘿，他的厲害就是默默做，對，完全沒有我差點忘記她的存沒有跟在。那個月梅姐溝通，他們彼此之間知道。哎，陪上來看不出來，係，盖不到呢。係唔怕唔怕唔怕。好，我們要先過去嘍。先過去咯。好，哦，排骨還有去皮哦，去油。去油。太多的油。以為有切排骨沒有皮呀。哎，我剛剛突然想到，對吼，排骨怎麼會有皮呢？嗰陣要先表攞一陣，係冇？基本嘅重量差唔多誒。該種會用嚟嗎？哦，原來淋上去再，把它淋上去。迄有冰麻誒，係冇？係啊，要講一條一些嘅香油，一些香油、酸條椒粉、嗎？酸麻油、香油、胡椒好棒粉、哦！薑嘛，下次做一定都好食。秀芝姐，你有做過呢套料理嗎？因為有個節目就好嘅，哎呦，哎，很好嘞哦，哎，那你鼓勵一下，很凝味哦，你做凍豆白的哦。哇，請問這樣差不多15分鐘15分鐘，所以你現在放下去放15分鐘就好，是不是？對好，該讓它先不用弄你不用嘍。需不需要這個呢？夾背啦，加倍。哦，暗影是衝的，暗影是衝的，貼心，給米的，給米的好嘞。你們聽下，要開到最忙貨呀嘿。最忙貨必困哈，好，那就要到6。計時15分鐘好係。該要到開始， 15分鐘。哇！看起來差唔多我好覺得差不多了。了，因為那個飯瓜已經變到金黃色了。這樣 OK 了嗎？你們剛有計時嗎？有計時嗎？可以的。 20分鐘啊，差唔多會到要了。切可能啊，可能打開來切開。有了，熟了啦。可能要係啊，好了，冇錄到哦，冇錄到哦。好期待啊！哎呦，要嚟嘛，哦，哎要送嗎？要嗬，應該要啦，看看。飯瓜米頭凍了，嗯，凍可能。南瓜。哦，要嘞，哦，要，透了。包了，對，可以了。好，剛壓倒畢業就剩下待會盛盤嘍。擺盤呢，好。那我們趕快過嚟看一下。大盤整件凍繞勁哦。好，冇問題，日日。哎，待姐姐的凍好看係呢。啊，好了嗎？自己來凍我大家看。有計時嗎？有啊，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差不多了那讓他用這個大傀儡嘛。啊，從那邊來吹啊。打中落嚟啊！中外三樓，那現在可以開蓋了嗎？走得快嗎？走得了。你只要看要送哦。先切開。哇哇！哎呦，哎呀，直接噴過落去呢哦。衝個表落哎，去啊！那個鍋蓋不用要討厭。好。要恰恰梅頭。要，鍋蓋把它蓋回來1分鐘，稍微讓它熟一下。陷阱題，我知道。你係乜計？啊，你係秘密武器，你們是皮嘛個米頭。伯天很聰明，葱花已經變黃了就可以了嗎？對對對，酸甜有酸甜。呢個東哥，應該眼前記得帶來嗬。兩樣的水果哦，葱啊！要，恰恰梅頭。鍋蓋把它蓋回來1分鐘，稍微讓它熟一下。陷阱題，我知道。因為他很在意，每個東西都會有熟啦，係冇會辣辣啦。好，跟牙到畢業差不多哎，期待哦。我們去倒數哦。倒數了。6、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水就來試試看下鐵管底度，哪部卡米是較好食咧？好，你阿雞呢？你阿出出真係 Q 用冇 Q 用誒，Q 用係 Q 是人排骨，可是呢，太假嘅
着重的点不一样哎，所以要这个吃吃看。请给我的试看。好，前最爱讽刺一块是吃吃。好，先落，好，去掉那哈，嘿，不是电线是几条的哦，嘿，你有筋吗？有嘞，中肉哎你，还真紧行一点体育白做，嘿，好好吃。冇可能。因为要还挑食纯排骨，古时候挑食的米头最重要。可是呢，人家就作为啊挑食的米头出来以外，还用那个蒜头、老辣椒味，让它有一点点辣味。所以呢，俺之后讲，人家做懂对米。我哋落是两丢，还有水的看了是多好吃的。等一下，俺这吼月梅姐到金英姐就是人家撇开迸发的哦，我示范一下。上菜秀吗？上菜秀呀，金英姐，我了，来打开。哦，打开了，上菜秀的一部分。它会打开了，还没打开，哇！我先带起来，带起来。哎，我有 set 到锅呢，悠哎。那嘛，对。哇，这个反瓜看起来很好吃。你要走的时候，这个面线很忙啦，你还重点呢。这个很好吃哎。好，走的，哇！大3年都在吃，我知哦，我还蛮喜欢哦。哎，该反挂的就係那哦，我哋老大家講一下，韓國嗌呢個反掛係要產銷履歷嘅哦。哦，我有感應農業產銷班班員，我還有中川，然後我嘅反瓜要辦，唔單止含有產銷履歷，反瓜係無毒的，所以他講是的我懂天空哦。好，姚董哥，你知道嘞？你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？刚好是这个南瓜哈，就是解油腻啦，嘿，刚好是可以解油腻的，对。好，今总的时间到诶，差点下来呢，就是请2位师傅来评分呢。庞师傅抢分数，看啊，噔噔噔噔！哇，冷水，七師傅搶分數，哎呦！来庞师傅先抢公平一下。俩拖住的呢，佢有健态，不过人又有香香的味道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的肉比较软呢。可能你应该是哦。啊，对。啊，了出来呢，佢动有嘅想法啦创意，佢用往配正解排骨，讲实话，嘅米头冻入面，安尼下次咱學嘅唔是好看看呢，會當好食。啊，嘅往配有解油膩的感覺，所以呢，我就佢藍隊的好食。七師傅呢？我講，你一對嘅麼？我嘅想法係佢，我拍到我袂啉佢嘅湯嘅時陣，我拍到佢嘅湯係鹹嘅，冇唔錯。啊，唔過佢嘅肉唔會鹹哦，凍入面。啊，佢又用個辣椒度好，符合我嘅上司嘅感覺啦。啊，另一片呢，我嘅想法係佢嘅肉切到重大啲，你切到合適啲，按適口大小，按個適合啦。其實兩片嘅菜都做到當好啦，是差不多按樣停啦。誒，我想法是按樣。好，你应该跟我跟博谦、行度红兄的差唔多啊。好，等下呢，先休息一下，来看一下今日庞師傅提擺來到節目當中帶來乜4個料理而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庞師傅提擺來啲嘅節目當中，我來帶來提出的4個料理，係乜菜名咧？很多5型蔬果健康多。5型蔬果健康多。對5型係咩代表就5種嘅顏色？係5種顏色。懂啲哦。咪係深啲嘛？很厲害。看5色。挑色。搶色味。搶色。紅色味。黃色。黃色味。白色。哎呦，真的耶！1、2、3、4、5。係5是5型。哇！其實係要轉皮馬雞啊？你係馬雞？哦，你係秘密武器，你望是皮馬雞米頭。誒係椒誒。馬雞椒，來民眾看。哦，我哋米酒。唔係。發吊椒。博謙很聰明，很傻皮。雄黃。剛剛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頭洗，好嗎？其實頭洗有一個方法是，你的頭洗一定要切過。你要開始做了嗎？來，要挑戰計時嗎？挑戰嗎？幾多分鐘啊？你自己講一般的分6分鐘好誒。好啦，好啦。意思開始。好，開始你看了，發掉酒，撈了，頭洗倒落去浸下，不記，但話要香，記得咯。
一麻蹦机10分钟。做嘛家己听话用发吊酒啊？做那种米酒吗？发酵酒的米是好香哦，而且它如果你也煮海产的话，就会去腥。那你试试看今天的米是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黄师傅啊，在我们的这个厨师界里面出了名哎，给他食材呢，几乎都是他自己上盘派去请的，而且呢，态度都可以看呀，马该夫君的零沙中哎呀，朋友中哎，他很在意食材，对不对？对，对食材美就提个想法和认知哈。就是食材是都按性健康的嘛，大家生活到100岁。那我待会要吃，拜托。好，你只要做100岁。我要活到100岁。好，你看它有皮头香米吗？我们那个葱花已经变黄了就可以了吗？对，酸甜不要东哥，应该眼睛记得带来哈，眼睛然后排。像你调时么超过几个变都下响。所以该下个即先排骨嘅水之后，该调时咪做啲先炒过吗？先炒过，该料未做得先炒过未做得。哦。别不去香，落去搅落去脆，冇可能会霉土啦。然后杏鲍菇啦，你唔是油哦。唔是，那有油嘞。对，干煎不一，一点咪时间呐。好。你弟吼，你是就6分钟哈。6分钟呀。金姐哈，有比较香米吗？有往快来哇，关怀据点，马该香米什么出来？今天就是点出水的哦。对，应该就会去在关怀据点煮给老人家吃，很棒的。你讲俩系啊，昨天啦。你要有做关怀据点哦。对呀，金姐是我们关怀据点的主厨。哇！那等一下跟你请假一下啦。强椒哎，红椒哎，黄的椒哎，就来色冻姜嘛。有哦，上色了，上色了。行，来，你来。哦，比刘米西。秘密武器，开上溶窗了呀。哇，咖后米西，这个我喜欢。他咖后米西。哎，你知道我的节目了。他咖米西，给你粉。再广告一下。你听我说过咯。冇加盐，係冇加嘛，因為我講咧，調時是要鹹的嘛。應該杏鲍菇要甜味，炒落去好嘞。應該像方便餅啊，像都有。天哪，这好棒哦！要西藏也没西得啦，好香哦。对啊，有皮头香米吗？好嘞，好香的，你品一下。我口水要流出来了。已經好。哎，今日做米飯飯。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小心你高血压。切丁嘛，哈。几多台？大拇哥，那你切我的。好，切下去。天哪，这好棒哦！要西藏也没西得啦，好香哦。对啊，有皮头香米吗？好嘞，好香的。你品一下。我口水要流出来了。已經好。哎，今日做米飯飯。你另外調時要鹹，你冇加鹽嘅。唔是的啦。冇加鹽嘅。马上口水流出来，马上。继续。新的，俺等下做咧炒菜咯。你一片鹹水啊，冇水啦。好嘞。几多分钟？算你过了。算你过了。5分59秒。过来。要东哥动回啊！你看，给女生很多面子。你现在讲阿妹，我只习惯对吗？你的重盘是重盘对吗？唔吃，你教你用。好，来看一下表演啦，特技表演来，好哈，来。省一对哦。好，哎。哇！你用油素羊哈。1、2、3。哇！来，我们端起来本台也可以哈。好，按用就后塞溜。好呀，按后塞，大家都上身哈。我要吃。好，来，现在先向庞师傅来出题目。我跟你们说，养的当以後食咯哈，我係每隻當簡單嘅問題，唔該當是係無熟嘅黃頭嘅，A 係烏頭嘅，B 係貓頭。很简单，还蛮熟，先猜拳，先猜拳。因为刚刚呢，我们这一对朋
梅子大哥温顺笔记，嘿，马上会出要来。有必胜的决你也心。我左边把剪刀石头你们是来往没走中间一对。点点，好，往后推一点哦。大家好，你们先让了让绕耀东哥哦。一拳决胜负哦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小心你高血压。还冇打到队长昨天 A， 还系 B， 你要选哪一个？木腿位啊，猫腿位， B， 哎呦，哦，那我们只能选 A 了。只能选 A 了哈。用简单呐。来，好抢国我们马上要活到100岁了。对啊，国谦讲嘞，民众讲嘛来。当然是哎呀，记得是昨天选 A 啊。 B 哦。好，答案係 B 貓條，其實貓條啊，佢係大概掹熟嘅網條嘅，夾出來大概8分熟，其實變到按照毛豆，對，其實毛豆沒動一樣，它有長那個絨毛，所以按照毛豆，所以今日答案就係 B， 噔噔噔噔，可以教大家一下毛豆的客家话，很多 sub tail，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颗嘛，像石蛋豆这样子。是殺掉啊，好多人啊，好多人。好，那就但我有猜对，我有教你们，应该给我们吃吧。好，可以吃一片杏鲍菇，一片杏鲍菇，不是投资啊，头丝，头丝，太狠了你还好功夫呢哦。唔係啦，我都先學看啊。我們活到100歲之後，長半肌六血活到98，沒錯對。沒有啦，我們大方一點，他們活没关系，我们最一起赶快總部實現。 OK， OK，是糖半年糖款。有頭絲嘅面是嗎？有，哇，其實我講下，你師傅呢？應該是盡量啱。有那個你咩做得講？我什麼？金俊傑，有那個酒的味道，很好吃。我第一種嘛，給湯師傅會加霸掉酒咧，我們也是放個米酒，它的那個後味很強，因為吼該頭絲它的味道很比較重，假使用你配個米酒沒有辦法配合起來，它配花雕酒肯定很配合，跟着我明珠姐共同主持很配一樣。講啲什演員呢？沒有。好啦。好了，剛太剛勇士有聲拉敗嘛？我們要進行下一關哦。收得嚟哈，是嚟轉會讓哦，收得嚟走得嚟哦。哈，哦。沒關係，我跟你說，因為我們這邊呢，其實我們那個金行節講法咧，做得了嗎？你點講還點選？好，給他的低收聲，那麼就多謝哈。戰鬥力就會減低，輸了金行最關迷一關比賽咯。我係太祖譜。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混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最關迷一關嘅比賽嘅現場，我請來可以下農場。好，等一下哦，兩廚哦就猜想一下，其實條件啊打開來是會地嚟，到底馬街。阿姨不卡叫嘅土嘅，好，呀嘅土嘅呢，正經好貼片，都呀嘅三米啊到位嘅，非常係講其他嘅種下素菜，呀嘅肉就係最好食嘅。到幾盤啊，揾嘅負責揾幾張都同三條啊呢。咁唔過哪一種馬料理咧？做馬雞啦，馬油土嘅 N9麵。N9係嘛？東西。N9 係天使，N9係該意大利嘅細麵。意大利細麵又粗嘅又油嘅嘛，按 N9 麵是嘅細麵。OK。啊，用咩做呢？剛開始其實嘅薑片有冇用馬油煸過？啊，嘅薑片切合薄啲哦，咁切到係片嗬，片，對到該微焦時間計2升煸好之後，讓米酒來加落。啊，天使麵、意大利細麵先通過差唔多7、8分熟就得。哦。等一下係兩組嘅 PK 開始啦，要認真看啦。褐色撈該白色嘅卵盒，雞卵要買個差邊呢 ？A
嘅营养价值冇强壮 ，B 嘅钙嘅品种冇强壮。好，先来猜拳，耀东哥来好了。看下系眼妹啊，你一下金正啊，金正姐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猜拳，猜拳。好来哦，看下200个每姐都赢哦。剪刀三条五，还真的是。哎，还没比。我刚才就特地把这个拿着，你还出到这里来。当然记得。对，输过去。好了，A 啊 B，金正姐 A 还是 B？ A 啊 B。黑马该走，现在色泽冇强。 A 啊。等一下。哦，慢慢的啦，哦。A 啊 B， 卡停咯。你就食過冇強龍嘅卵吼，你食過吼。 A 就 A 了啦，不是啦。你就問我該挑價。好嘞啦，好嘞啦，我記得你啦。你就做個先 B。好嘞啦，B 啊，講不，答案係 B。B 哈，答案係 B 哈，有關於呢嘅卵殼嘅顏色係是取決於嘅鈣嘅品種，所有鈣卵嘅營養價值都強壯啦，與腦鈣體色顏色所分等嘅等級冇關係，沒有關係，冇關係哦，所以係 B 哦，哈。OK。受教了。好，水晶行最關面呢關一定要30秒，呢要叫聲秒，來比賽嘍！好，第二下呢，我要先有天數，因為剛剛有糖豆給哈，我覺得我們等一下我的時間過之後，馬上先請師傅來去骨，好不好？條按鈕策略哦。好 ，OK，計時將開始，我要先來加鹽巴。哇，熱咩啊？有冇嗌人填啊？要6個一起，先同佢啊。好。我記有剩桶蓋細麵，意大利細麵哈。細麵啊，要滾內嘛，他們厲害。姜嘛，對啊，去姜嘛，切落泡底哦，咁我切通醋哦，姜冇邊，冇邊。啊，你還有我買有啲個邊嘅時間，我溜一滴的，溜一滴的，等間麵好嘅時間，再淋在上面。還有乜嘅梅？好，我仲你講還有乜嘅梅？什麼？還有麻油嘅梅啦，係啦。哦，好。那我這樣子可以嗎？我覺得這樣可以了。你做得按個切對半下好啦，好邊啦。下太輕是的，好，剛才先來通面。麵差唔多咧，係。水滾嗎？水。好。放落去。冇，哎。咁轉一下。哎，好。啊。抱歉冇看到，哎哈，嘿，冇看到，唱一段帥，好 OK， 好 OK，加一，嘿，沙皮嗎？謝謝。好，我哋要看改片啦，哈，你你要當嘎嘎多做，因為時間一到我就要那裡哦。好 ，OK。你做要舉手唔怕，做要舉手啊。抱歉在同面的係啊，你在數啊。來就現尬戰，又係咩啊？又係餅啊？你該下到幾多講埋秘密啊？啊，是講加餅麻油嘅時間有啊，哦，出一點啊，好嘅時間就唔餅哦。抱歉，讓你放下來切，放下來，嘿，讓唔係讓好切。你喊唔啦？切到泡底哦，切到泡底哦。啊，等下蓋我沒有。我覺得這樣比較不好切呢。哦，管熟啊。蓋我去骨哦，哈。哎，去骨係不容易做。係愛咩？抱歉咩？哎，你下我要玩你嘞。有冇愛？你下先不容易走，你先不給我們要把它留在這邊，溜走。我都說手裡，你下。 30秒，講吧。30秒，6、5、做呢玩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哈。來掉耳絨，廚師幫我30秒。我做去骨，30秒停了。好，去骨加斷筋加切塊。師傅加油！繼續扣10。加油！什麼節奏？30秒，因為走3，不空啊！我去骨、斷筋，還有切塊。好，過10秒。這一關根本9、8、口音哈，該30秒還有90秒。對啊，7、3、2、時間到，停。好啦，你一下用講誒，馬上係停嘅。停嘅馬上。見唔見字咯？啱啱講嘅，阿樣撈個骨頭方便我地鐵時候咧，弄到喂哈。等一下個蓋鼻哦，蓋尿哈，那個要做什麼處理嗎？唔是，直接煸熟咧，直接煸。乾煎。
不是先腌过哈？不是。这个把它拿起来。好，那雷丁啊这边好，哦。那对孔改片。等一下，我有马上转来。好，我们要来去骨了。去好，骨那我们这边先提好。等一下，先提好谁了？等一下，你先拿好鸡笔好不好？鸡笔，给笔，鸡笔的部分。好。计时开始。也惊哈。 90秒你可以虽然就90秒一起给啊，其实我们在。等一下，你用来倒了弄来都冇强龙哦。你要我帮你弄，你要开始挤。谁佛是做来？去骨的豆的啊。该谁会做嘛？该用的煎。先热锅。我去这点没做这点没做这啦。莫讲，他在害我们。我觉得他这刀子钝了一点。你其实不懂战术哈。你做在教观众朋友用办来去骨啊。像了去骨是照机的该骨头的纹路咯，老去去骨是做的嘞。那个纹路是怎么样的纹路？夹骨啦，骨啦有冇底啊？贴着骨。接。哎，冇看到呢。用办冇看到。哎，像了有冇？你不要再跟他讲故意的，他故意的。像了还有骨头啊，溜贴是的嘞。你是没有？小事。那团筋呢？哎呦，我们都没检查呢。团筋呢？团筋。你吃。这样比较快熟嘛，大家先煎皮那边嘛。 9、8、7、我讲重点，俩有吗？一点啊。 4、3、出来一点呢，全部切开。好，用功嘞。切小丁哦哈，切小丁 ，OK 哈。切小丁哦，这切小丁，那一边要顾要变。应该。现在换我嘛？对，你要一边顾这个，等下切小丁哦。切丁是他切还是我切？都可以。两下只有你做。现在只有你做，现在只有你做。像刚没做的现切啦，该更要做的现切嘛，切档啊。你有办法一片菇呀一片切吗？左手来捆，右手。可是这不能够焦掉哦。手机跟人讲，可以干预，否则打个金牌。好，一的，好，跟你数切丁嘛，哈。几多台？大拇哥，那你切我的。好，切到。切你的手哦。开启，你要顾得了哈。我重得了，因为牙只有2、3年就会做哈。帮我看。好。刚才你就选够力的哦，先够力了哟。对了，孔盖片哦嘞。哎呦，摸出过来喽。你的大指头太小了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拍书机，我们听谁？都走对了，全走对哈。适口大小了，一口大小全走对。顾好这要翻一下，翻一下。球不拉什么了？开启你边看。哇，金俊杰嘞？金俊杰口头禅。有。全有。也最够来标准是谁？全有。你的大指头太小了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拍书机，我们听谁？都走对了，全走对哈。适口大小了，一口大小全走对。顾好这要翻一下，翻一下。球不拉什么了？开启你边看。哇，好。秀智姐，你翻一下。这个我怎么都这样？来啷个？因为你要放前面。前面怕会听过分哦。不会。哦，所以你那边用给通过呀？通过嘞，还没做对嘞，还没做对。哇，因为在盖妞哦，有时候会出那个上面的那个沫。对。等一下还有做嘛盖？妞做的标啊，妞做的标嘞哈。该口气系水母上得标哈。水母哟。皮的部分还没有相同。你等下妞给差不多是做上表面去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完手。哇，你差不多哦。等一下我们。用猫印围胶期间，米就是做的表咯。金俊杰焖嘛盖？等一下放久了吗？他们得慢表啊。点解姜妈要煸下梅头合出来，米煮能煸。哦，你點呢？哇！其實我發現呢，整個啱啲狂雞片好咧。好，加油！好了。好。哇！當然咧，做到嘛？嘅間火做得太低咁怕。火放誒，火放對位，火啊。火。他不是說切丁嗎？他就幾多分鐘？4分鐘哦，4分鐘停停哦。140、160哦。你用重拍耶，然后给扁那个皮而比调，你不用再调这里了。对。叫啊！叫，摸手不拉嘞。不用急，有时间。它皮的部分会比剪豆，稍微有调。我们这个是切给餐饮 C 自助桌的这类大小。
这种大小哈，对，最适合。你让它先干煎，这个不用按加嘎。哎，我现在帮你准最小让你火。这个讲吼，民主节了哈，对这个肉真正动就研究。该狗有没做在看你那边？这个是最不熟悉的。这样子会不会太小一点？应该不会。做在抬，对，大致就好，最多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好。你撳過撳下半件嗎？過啊，狗有做在看你撳下半件嘿我。怕那个盖子盖下去就没有干煎的效果了，所以我不要盖。哇，太湿了。谢谢，感恩感恩，好感恩来勾里勾里，来，要让它干煎完再加蛋糕。好。哇，有比较小咪嘛，你要控干肉又松哦，有什麼？要抖工，要按大，要按大。又熟差唔多跟米酒啦跟面我的下意咧。现起款装在表面。嘿，冇錯。你從跟水桶上要用了水未做得。哦，係啊。人家水又染土又染土咯。係。要鹹冇變，要鹹係肯定冇變咁多種鹹冇。幾街片嚟雞經要控制到核火，一下手咯。唔怕，你睇肉水肉經係天使面啊，梗係豬腳啊。不用入米末啦，哈。米酒不用加水，米酒加米酒就好了。哇！哎呦，應該做埋長你有練功夫呢？長咗一擺，按過一擺，在你旁邊。按過一擺，大哥，按過一擺。好，我們過去了。哦，好，應該冇乜問題喺啦。度控有啊，控雞片咯。等下水妹長得起咗款。是米頭。好，來，你可以加枸杞的水。可以，你加枸杞的水，做得不然就加水。水咩做得？還有較甜，還有較甜。好好。你要做得水啊這。個水較甜。啊面看愛冰嘛，面的水。乾面啊，對，面的水。面看愛冰嘛。面好，放下去了。加米酒加嘛，米酒加了。加了加了，哇，加點水。染到通未愛哦。誒，再染油嗎？加這個水。加這個水好。染油嗎？一點咁少咧。熱啲啲，熱啲啲哦。好好好好。啊，太少了。開火收汁，開火。2分鐘，2分鐘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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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照你的感覺哈，真正感覺，加油加油！感覺，好，大家加一些感覺哦。你從下水就很棒很棒。哦，我幫你火關掉了。好，大家拌一下。好，湯好像多了，擺盤一下哦。湯要不要多一點？按你差不多嘛哈。來你覺得不用湯多一點？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水就會吃看那壓管底度，那家真係你嘅太中譜咧。好，水就對眼力要出吹，先來開始先咯。好，學開始了。我哋研究講吼，做咩加甜豆水？我說明珠姐剛剛還好有講個講，米頭會淡的。你有感覺咧？口感有嗎？有面有面煮的有條形，好吃，沒有黏米。嗯，金明姐咧？有。金明姐口頭禪有，全有，也水果還標準是全有。而且你看，我們切那麼小塊，有沒有很貼心？大三元都捨得動，而且給它 Q 感很有菜，有一些有瓜皮，用又有 Q 彈。對呀，炒雞酒啊，炒雞酒就應該要切塊。太亮哦。啊，好，降音是啦，今天解釋順種的客家語，順種啊，他是客家人中的精英呐。真的，對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吧，剛剛是款是不地了哈。試看，試試看，表姐好哈。還有梅頭啦。也太難評了吧？哎，圈洞好學嘞。好，這你然後是四通海鮮全部是香菜，太好吃了。真的只有大粒小粒的分別。大力小力，大力選手不怕。味道有一點差。好，來。米頭米就冇 Q 喲，可是不管怎麼樣，講真嘅，兩處都當後生，真的都有氣感米頭。那上好了就會處食氣感嘅中醫咯，我是覺得都很棒，而且雞肉也都煎得很好哈。好，第二時間呢，先唱龐師傅唱本書。耶！呀，七師傅搶笨熟，師傅哎呦，對，龐師傅先唱公平哈。還攏講，伢吹風吹呢，佢個較油的話，個面香硬死啲咧，
遐落地会较好生。嘿，搁进一下，迄动沙皮的，呢向大哥，掠嘴的烟幕机的呢，讲实话啦。甲我讲的汉人唔讲颜色，他泰国地位唔怕，跟面没有落，所以我讲呀蓝吹养，谢谢。七师傅，哟，你的声音哦，杨办嘞。这道料理是我上的想法是甲经过一个大拇哥，什个你俩调色，我的想法老几个我可能因为我的想法是做西餐料理的想法是来看俩。这道菜的内容，俩有冇记麻油捞甲酒的比例到咱差不多拄好，油甲全部是到你是到甲嘴巴地步，因为是到麻油的味，你是上有酒的味，有姜麻的味是到你是对甲味的油是到做到当好啦。俩平时吃差不多，我的想法因为记个通病冲到一点啊，记梅头拢。被盖住咧，抹甲麻油的梅头，抹姜麻的梅头，我的想法是安比本去欠过去咧，嘿，我的想法安尼。家己。不过因为呢，今日比赛结果2片是平输。看对了，你比你哈。对，所以今日呢，我先来颁我这边好了。在导边有1500元加菜金。恭喜！今日咱群吼，会得到1500Q 嘅加菜金。谢谢。讲真嘅，今日也量出出来，真嘅拢难评。因为呢，不管係食香米2片都有估到，好都好呀，嘅結果咪係最好嘅。好，先來談一下泰國呀導邊嘅先老太分享一下這一次參加心得。这一次参加的心得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增进夫妻的感情。然后呢，这个电视台在很贴心的哈，就是说也有师傅啊哈，给我们一点指导，啊，让我们就是说啊，有一些我们以前不太懂的东西，就是画龙点睛的教我们。好，上下來唱首記子，老太嘅分享一下今日參加嘅心得。今日當歡喜來參加一個節目，學到當多啊，能認識共養3年嘅鄉親。交朋友最歡喜哦。好，安子生。呀，你兩三吼當歡喜啦，我吼熱妹姐啦、金正姐妹都歡喜啊，今日來參加心得咧。金姐，你說。沒有表姐妹口容啊。我發對下啲默契挺好嘅啦，閒喺用藝來睇比好啦。當歡喜來參加一家之主，下把假使還有級別吧，我哋咩行當上來參加，謝謝。安子生，謝謝。金正姐咧，不用，謝謝了，謝謝。謝謝，謝謝，有，謝謝。今日來參加心得全優咧。好啦，其實呢，看到太子家來參加比賽，可以用笑面幾場比賽呢，太子家非常學習，也就係呢節目呢最歡喜看到的一種結果哦。係啊，所以吼，假使吼，你不下面係當有恩愛，你不下面係當有姐妹情，一定會來報名參加一下咧。錯，歡迎太子家叫下來參加一下報名嘅專線呢，堂哥已經打到滿線呢。好啦，一家之主就會等等你來咯。呢個節目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